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1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以西结书47章第1节到12节，犹大书第1章17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殿的河。伫主日的信息，咱有讲到救赎。圣经引用以赛亚书35章第1节到第10节，讲到即个伫沙漠有真红，互人欢喜唱歌，亲像黎巴嫩共款的美丽，亲像加密甲沙伦一样的肥嫩。人人拢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看到咱上帝的威严。这甲今仔日的经文以西结书的意义是相同的。先知的话语，以色列人是所熟悉自然的现象，来讲论着生活顶悬的困境。并且借着安尼来传达上帝的恩典，特别临到失望会通去领受着望，要有生命的所在，要充满生命，全地拢要因为上帝的恩典来得到医治。关于这个圣殿的河，根据一项伫2012年公告的圣经考古学报道，伫因咧乌骨第2圣殿时期的排水道的时阵呢，考古学家发现到一个土骹内底地下的大水库。这是伫耶路撒冷圣殿山东南边起造伫第1圣殿时期的大型的水库。咱拢知影，犹太地是一个地形天气非常干燥，属伫地中海型的这个沙漠，水的资源非常重要，是甲生命有关的一个资源。几千年前的人会通建筑伫地下水的水沟，甚至来起造地下的水库。这若无有上帝的启示，无有上帝的智慧，事实上是做袂到的。就好亲像现今的建筑技术来讲，用高科技的建筑工具技术来起，嘛得爱开费真济，建筑成本真悬。但是因为当初时来讲，因所考虑的应该是生命必需品，也是祝福。也因为安尼，搁较大的地下工程，因也愿意来乌骨。这也充分展现了当初时的以色列人因的信心。圣殿之河所预表的，就好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活水一样。伊讲啉了就无搁再喙干。这是伫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，耶稣讲：你要用你明白上帝的恩赐，以及现在你要讨水啉的是甚物人，你就会来求伊，伊就会互你有活水通啉。耶稣基督也接续搁回应撒玛利亚妇人人的问题，讲：啉这个水的人要搁再喙干，但是甚物人啉我所予伊的水，什物人就永远袂搁喙干。我所予伊的水，
要伫伊个内面成做泉源，不断涌出活水，互伊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但是以色列先知，也就是嘛安尼讲到上帝的河、圣殿的河，伊讲，伊甲我讲，朽烂的人啊，你着爱留意这一切。后来，迄个人带我到伫河边，我伫迄个所在看见两岸有真济的树。伊甲我讲，即条河要流往东边，经过约旦国，进入伫死海。河水流入去伫死海，会互咸水变真侪正水。即条河经过的所在有济济的生物甲鱼类，河水互死海的水变真清，水流过的所在拢有生命。对阮基底到阮以吉莲，海边会有渔夫掠鱼的伫遐咧拍鱼网。死海会亲像地中海一样，逐样的鱼种非常的济，但是照着沿岸的水窟仔、水池的水永远是咸的。这条河的两岸会有各种的树木生长结实，通做食物。树叶也永远袂孤单，树也袂长的结果。每个月拢会结出新鲜的果实，因为这的树拢是用圣殿所流出来的水灌下来。果子通去做食物，树叶通做药材。这种的有言宣告，就亲像以西结书37章所讲的，孤大的骨头要搁一再来搁活一样。上帝的救赎伫无黄茫的死人的中间来彰显伊的权能，互孤大的骨头来搁活，互死海搁活起来的应允。听上帝仆人先知的预言，接受救赎的恩典，生命就会得到来反转。但是有大师也提醒咱，着爱注意正确的教导，因为伫末后就要有济济无敬虔佮邪恶的欲望来影响咱，会有异端、邪教、假教师会出现，因专门制造混乱，无要军队上帝的本性，因就失去着圣神的同在。基督徒不但爱自我来警醒，更较爱帮助人来脱离安尼的诱惑。历史安尼讲，可是亲爱朋友啊，毋通袂记即咱主耶稣基督使徒所讲的话。因对恁讲，伫历史的末期有人要出来，来军队家己邪恶甲无敬虔的欲望来抵笑恁。这人制造纷争，受着本性的支配，因无有圣神。伫到恁亲爱朋友啊，恁应该是爱有坚定到伫至圣的信仰顶悬，着爱借着圣神的力量来祈祷，常常伫生活中活伫上帝的听内底，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通好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也就是基督徒的呼召。基督徒应该着爱军队基督的脚迹，怜悯人，帮助人亲近主，就安尼会通活出活泉的生命。诗篇42篇，上帝啊，我渴望你，亲像鹿渴望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望你，
我什么时阵会通到伫你的面前来朝拜你？我日夜来哀哭，我用目屎准饭食，对着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怀念过去的日子，无限的悲伤冲对心肝头。当初时，我甲群众同住伫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安尼来悲伤？我为什么安尼来落志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阁要再来学乐伊。伊是拯救我的上帝。伫流亡的中间，我心内悲伤，因为安尼我想念上帝。伊予忧伤的影淹没我，扰乱亲像大水往我后叫，亲像黑云山美山岭的瀑布，冲到伫约旦河。日是愿上主显示永远的疼。暝是我要上赞祈祷赐我性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讲：你为什么袂记住我？我为什么要遭受着对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受苦？伊的凌辱将我压碎啊！因不断地问我：你的上帝伫倒位？我为什么安尼来悲伤？我为什么安尼来落志？我要仰望上帝，我要搁再来颂赞伊。伊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感谢天父赏赐阮活泉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会通得到活泉的生命，会通活出见证。感谢祈求奉主圣名，阿门。